刚建议成立50周年，总统蔡英文也有经济部长王美花拢来到现场祝福。总统肯定刚建议用科技创新帮助产业转型，而且替台湾的经济做出真重要的贡献。公益月50周年，生日快乐！庆祝江义50岁生日，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，特别感谢江义对台湾的贡献，也颁奖予过去捌做过江义董事长以及院长的人士。 其中也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。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挑战，在时代转变的关键点，工研院都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我期许工研院能持续走在时代的尖端，帮助台湾掌握先机，强化国际竞争力。现在对将来的10年，我们擘画了一个所谓2035的技术策略蓝图。 那这是针对4个面向，就是智慧生活、健康乐活、永续环境，还有韧性社会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江义在台湾科技研发上是真重要的角色，未来也期待会当继续进步，参产业界有更加多的合作。不管是现在很多近邻的技术的开发。 面对 AI 的技术跟应用等等，那我们也赋予工研院有更多的角色。研发的成果能够扩充在产业上，我相信这能够再造成台湾产业继续未来50年更好的竞争力。所以大家一起加油！ 除了协助产业看到全球因为气候变化的问题，江义特别研发出土壤检测系统，系统只要侦测到土壤含水量超过，就发出警报来预防土石流，利用科技继续为台湾做出贡献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